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下面咱来读一个台湾漫游录。台湾漫游录得到这个算啥？出版册还是作品哦，真大的这个功能。啊，当然这嘛算华文界还是啥，我唔知。总是无论如何。用中文写，或者是中文作品，人有诺贝尔文学奖嘛吼。啊，毋过台湾正做头一本会当得到英国 Book Prize， 这我那嘛是无简单的代志啦吼。所以有人讲未来10年hoàn世，这本小说会继续伫咧全世界诚侪所在，还毋捌台湾的人小可认捌一下1938年、1930年代的台湾到底是啥物情形？所以咱就来网读啊！因为你伫 YouTube 顶悬应该使找到诚侪资料啦，所以我就安怎讲来这个 Clubhouse 遮分享一寡消息信息。当然，尤其你若是要学台语文的，因为我就讲一个悲哀的所在是，台湾人伫咧讲台湾人的故事，说古不离宗，还是古不宗、古不离宗、古不离3、4、5、7、8、9、10种，古不离几百种，说着要用中文写，这是咱台湾人爱继续努力打拼。虽讲最近读的一本册，敢若袂输看到迄个真悲观的未来。总是我是非常唔甘愿讲，阮即个台语，竟然有可能伫咧我100年进前就怎啊死去。讲一个，毋是讲一个伤心的未来，伤心的代志。只要无少年人伫咧使用一个语言，迄个语言就是走向死亡啦。当然，就敢若咱每一个人的肉身相款，每一个人一出世就往死亡的方向冲嘛，一天一天过一天就死一天嘛。所以，这敢若嘛是一个无材料主动的未来。也毋过，真毋甘愿的是，台语这个语言遮尔多彩多姿多样性，上无300-400年以来，伫咧台湾这块土地活了好势，哪会说因为7、8、10年前，有中国国民党这支那人走来到台湾，全地书台湾这个语言，安尼渐渐衰离去，我实在是非常唔甘愿安尼。但毋过有人阵啦，想起着因的佛教徒遐，因的释迦牟尼佛，讲要救因的族群，还是救因的部落族群，我那嘛无才调呢。也毋过有当阵啊，是毋是？咱若有才调，有一句安尼讲啦，若准讲你有拍拼过，最后的结果，还是无得挽回。也毋过至少你有拍拼过，毋通讲你伫一个时间点的时阵，煞讲出来迄句，你家己嘛后悔，因为讲啊，早若知安怎就安怎。所以，我个人的想法是，无毋望未来某一天，竟然家己会讲出迄句，早若知，我就加做一寡。虽讲讲一定会死，但毋过，是毋是会使有无共款的看法，还是做法安尼啦？总是讲一个较无输赢的，伫咧我读这个台语文的过程，我家己是读得不哩啊落跳。所以，就我自私自利继续读落去安尼，自私自利继续读落去。当然，大多数的人，我那嘛是安怎讲，先顾家己嘛吼。当然，伊要用另外一个角度讲，先顾不做，才顾巴肚。迄是因为迄个实体物件，迄个啥，有一句话讲哈。啥个会食果啊？你去用偷地去，毋则果也无去。啊无讲实在，你若去拜拜的时阵，你的贡品
摆咧身体倒，摆咧身倒遐，你甲坐伫遐看，莫拄久去无看到，叫头入去，叫鸟狗咬去以外，迄个生命敢真正会按身价倒来到你的身倒，甲你物件食去啊？无可能的代志。随讲讲，听讲有人做实验讲，你拜拜的物件会减轻0.03公克的重量。当然，迄个物件我无去做实验，我无多评判。因过我感觉，我甘愿相信啦。就是讲，就敢有人做实验讲，人往生进前退后，就是减0.03还是0.3的重量，讲迄个做灵魂的重量啦。所以有真侪物件是你要相信，我会相信。啊，当然，足侪物件你无法度用你个人的人生经验去验证，啊，你就唔相信伊的存在。OK， 迄是你的信仰，我也无电句的通我甲你讲。总是台语即个语言是阮的祖先早来，啊，我唔甘愿伊会伫咧我100年进前就怎啊消亡去安尼，吼啊，所以安怎讲，个人做伊家己有材料做伊代志啦，可能是安尼是。好，我伫即个台湾游录故事来到遮，算是第11出了，咁啊怎哩讲？伊就是加迄个啥啊，所以就敢若杨祥志伊另外一个作品是咧致敬杨千和的花开时节，迄个花开时节的小说的每一篇章的名嘛是用花的名咧，所以算讲有伊厉害的所在就对啦。啊，咱就罔听看卖。当然，杨祥志听来看起来，伊进前遐作品原来嘛有会使去欣赏的，只是讲一个较无私尔，吼。我讲一个较无客气，因为我也无想要读遐尼济中文版，所以当初即本台湾漫游录上起先我是无想要读的，是尾啊，拄有一个机缘，拄啊有要读时间，我就甲读到台语的，伫我读册内底，啊，所以真是甲伊读出台语声音安尼。苏当时看到即本册时阵，我就感觉应该要有台文版的，所以听伊讲，2020年出版，还是2019年出版了后，阿凯之前有甲伊访问嘛，讲啊应该要有台文版的，也毋过杨祥志家己嘛讲啦，伊一开始了入去中文的世界啊，要搁叫伊用另外一个语言文字来写，实在是要爱伊的名啦，啊，倒不如就是就伊有才调迄个语言能力中文，继续甲发展落去安尼，啊若正做其他语言文字，就交互其他搁较有才调的嘛。所以目前台湾漫游录已经有找到温玉桥要甲伊翻译做台文的，所以这个部分就咱读者的角度来讲，就是有啥物语文版本，咱就摕来当参考嘛。啊，现主时我咧甲伊读做台文，这个是我正做伫咧互我家己练做中台对译，吼，中台对译，因为当初啊，足侪迄种字词，伊毋是一对一的对应关系，就敢若迄个啥，公司台语台有迄个账上福利的条款，伊有台文版的，啊，迄个乌托阿票，Feeder Rabbit Box， 吼 ，Feeder Rabbit Box 伊嘛有伫咧拍拼甲伊所听到的遐个台语字词甲字面的中文做一个对，伊嘛讲啊，迄个翻译的时阵爱看迄个语境，伊是或者是迄个情景来做翻译，伊毋是绝对的一对一啦。所以伫读的时候，有当中拄有一寡字词，毋知要安怎甲伊讲做甲华文、甲中文讲到台文的时阵，就来参考找台语这个字词顶，因为伊有目前敢若有12本吧。印象中，所以不管哪一地，对我来讲，这是一个我个人自私自利的一个，就是题材出彩，兼个2个安尼，即讲是苏当时伫咧献互天皇的一个点心就对。所以，好，继续读，因为
故事家就是迄个青山陈特助和迄个李导去宏愿迄个妈祖经，然后内底有三太子李落车，所以有李落车一个笑的啊。继续头落去，伊就讲咧看三太子迄个囡仔面的身形啊。李导就讲落车，三太子有李落车，伊讲落车敢是封神榜迄个？是。即个青山陈特助就真足咧真迄个袂输那囡仔面的形象。是啦迄个故事的舞台是伫咧府城台南的汉文小说，新明大人淡仔咧蒋新明淡仔咧冤家小两项，伊这应该是咧讲小红神啦。伊有一个注解讲，即本小说的第3章有讲起着汉文小说，迄个时阵第3章遐是无讲着三太子李落车，但是根据前后文，应该是苦饼顶所著的小红神。第5章是自轮车甲三太子行互走，就符合现主时即个严建仁哥遮所讲，伊就讲，迄当中有一段情节是安尼，李落车搭风火轮下凡，忽然间拄着伫咧骑脚踏车比赛群众，心肝底咧想讲，太竟然拢有即种神奇风火轮的，伊一听一个了就怎笑出来。家己这是青山陈特助家己咧想，家己笑得到啊！按道顶悬的李落车嘛袂输哪伫咧对我笑，而且挤出正深的酒窟仔。哎呦！青山陈特助、青山老师袂输，敢若对本岛的代志拢真有兴趣呢。是啊，讲起来，妈祖庙敢毋是古早庙咧？若无实际来拜访过，还佫真正毋知，竟然有遮尔富丽堂皇，而且佫非常的占得啊新的。我就讲即个富丽堂皇一寡字词，真正毋知感觉伊的思维无讲介丰富。当然，这个做啥翻译腔啦。李导就回答讲，因为伫咧大正年间有一届重修，李导就继续用平闪着咧说明。朱济宫的妈祖庙伫咧清国雍正年间有起起来，头起先是拜观音菩萨，毋知啥物时阵就换拜妈祖，尾当年间就用妈祖庙这个名来出名。大正年间的重修工程不哩久，完工了，离现主时嘛才差不多20年左右。雍正皇帝哇，安尼算起来嘛200年的香火安尼，100多年来人事安尼变化，新明大人悠然看顾本岛的信众，安尼想起来嘛，互真感觉非常感动啦。讲起来也意外啦。神社，日本的神社，敢毋是伫咧各地来设立的？若准讲会当继续保留本岛的庙宇，凡是台湾的总督府并无想象当中，并毋是亲像想象遐尼独断独行啊。李导并无对我所讲的本岛信仰来赞声，对伫本岛，针对美岛来出行，总是真无聊，我也真惯势。美岛先生讲，真谦虚，无了解本岛人的文化，其实是凊彩讲的吧。美岛点点，迄个搪塞之词，我就讲，伊用一寡迄个啥，敢若食饭啊，然后看我伊个中文，敢袂使有啥物讲法。当然，我的中文也无讲遐尼好啦，只是看卖，敢袂使有啥物会使学习的所在。无，安尼就用两字查看卖啊，搪塞。我是感觉凊彩讲，我伫就敢若进前迄个啥，有真侪字词拢是用准的就对啊。应付，绕，
凊彩精神，所以就是无要真认真咧来种，所以就凊彩应付安尼。味道完全无想要讲白菜的意思，实在是有够刁直的啦。离开妈祖庙，味道买咸鸡卵糕，伫咧附近的喫茶店来休困。当然，伊迄个喫茶店，伊直接用汉字，日本的汉字，日本的汉字，啥食茶店。所以，当我无确定伊是伊到咧翻译的时阵，喫茶店是音啊，吃茶店是汉字的中语音。安尼台语的时阵，台语会用安怎处理，我毋知影。饮料店、饮食店，还是食凉茶的所在。装潢真简单朴实的喫茶店，论气派是比袂到台中的市街啦。毋过店真的气氛煞互人感觉真舒适，而且真有特色的是，有咧卖往来食。愈服务生报菜单的时阵，我无意讲要爱往来食甲小咖啡，味道就随讲小等一下。青山老师，你毋要听我点哦，我也随，因为讲无即个代志，我并无要帮味道先生决定，两杯拢是我要啉的。味道甲我干一下了无反驳，就去细声甲女服务生讨一杯加杯牛奶，伊迄是叫做coffee latte 啊 ，coffee latte， coffee olé 应该是。迄是法文的 coffee olé， 就是掺牛奶的咖啡。啊，当然有其他的，伫可比讲意大利、法国，因咧，反正捧出来就是有牛奶的咖啡啦。啊，当然咖啡和牛奶的比例到底是安怎？迄当然有真差。这种是对咱袂晓啉嘛，对我袂晓啉的人来讲，啊，就是牛奶和咖啡掺做一伙嘛。你要叫做 coffee olé， 还是 latte？甚至或者啥，搁较幼路因有或者什么cappuccino， 还是什么，我毋知，就讲反正就是即个味道，就甲伊讨一杯，而且牛奶咖啡，啊，即个牛奶咖啡到底要何做 latte， 何做 coffee olé？ 因迄 olé 是掺牛奶的意思嘛，所以 coffee 是咖啡 ，olé 是掺牛奶。所以因即马饮料店有在卖叫做啥？乌龙咧，吼，就是迄个咧是法文的牛奶的意思嘛，乌是 AU 是掺的意思嘛，咖啡乌咧就是掺牛奶的咖啡，是法文的讲法安尼。啊，所以因咧饮料店有即种叫做乌龙茶、乌龙乌咧，吼，所以当然简单讲就是。茶掺牛奶嘛，只是咱遮的茶，乌龙茶、青茶、红茶，无咧要伊的人，伊就感觉迄是茶嘛。啊，毋过啉会出来的人，伊就啉会出来讲，哦，这是乌龙茶掺牛奶，迄是红茶掺牛奶，迄是青茶掺牛奶安尼。哦，甚至佫分会出来讲，迄是啥物台茶几号，还是啥物金萱几号安尼。吼，所以这每一个人的喙齿的敏感度是无相款的。点完了后就点睛，我就甲粉点的大喙漱一喙，袂输那吐气安尼吐出来。若无米啊，我和米岛通常是无咧开讲的。一困仔了后，咖啡往来接，掺牛奶的咖啡以及要炸的咸鸡卵糕，拢做伙捧起来，拢做伙送起来。我和米岛店伫咧等餐点，嘛共款店伫咧食。咸鸡卵糕确实有影是真成三到一起。粉甲捂好了后，我就甲咸鸡卵糕放伫咧喙里，大喙甲夹一喙，好有够软的，喙齿完全沉入去柔软润湿的鸡卵糕内底，鸭卵面粉含赤山
南参的迄种芳气冲起来，然后就是肉色的芳气，毋是干那猪肉油啊，是连一点仔脆脆的口感，用沙拉酱拉做一伙，真骨溜的迄个肉色做餡，豆豆布袂输是干那菜根类的物件，根茎类，伊个根茎类，伊我著讲迄个啥，有一寡。伊即马讲的即个根茎类，我咧摇啦，可比讲，敢若迄个啥，大头菜，还是菇毛，还是坎顶，因为真少有食一味，啥物物件内底就一个白白透明，但毋过，迄是一种食物，所以，看卖伊讲有啥物讲法，根茎类。因为伊遐食物就是，佮讲菜头甲马铃薯，伊迄个部位是无共款的，在因的食物分类上是无共款的，所以我嘛毋知台语要安怎讲，只是敢若看到台语水讲有一个根茎类，迄个字是啥？营养师上面有咧讲的迄个，当然尾也才知影讲伊迄个啥物粉浆哦，淀粉 starch 是粉浆啊。所以根茎类嘛是菇毛根茎类，所以菜头伊嘛只讲中语啊。第二步是啥？敢拢讲中语去啊？即马对啊，根茎类啊，就是伊拢是食物啦，毋过根茎类甲块茎迄是无共部位嘛。但毋过对咱毋捌啊，对我毋捌的人来讲，就是一丸伫遐，只是迄丸是长长的、粗粗的，哦，迄个淮山还是菇毛，还是讲一粒菜头、马铃薯，即种我毋知影。即种肉色我无食过。伫咧本岛旅游期间，我食过无共料理的各种肉色，米大目、煮大面、炒米粉、冬粉汤、肉丸仔、卤肉米糕、鸡丝面、绿豆泡，还有肉色饭。肉色啊，较早袂输敢若有即种对话哦。肉色用伫咧诚侪料理，毋但是米大目、米粉、冬粉、大面也有啊，对，伫咧鹿港食过肉丸仔，啊嘛是肉色，就准讲拢号做肉色，但是做法是无相像，因为经济能力含饮食习惯，逐户人家拢有因家己做肉色的配方，安尼哦，总是感觉诚意外咧。可见本岛人佫不哩介意肉色呢。青山小姐，我细汉的时阵了准讲，猪皮肉色是诚贵佫稀罕的料理啊。迄个时阵心肝底有一个梦想，大汉了后要食肉色食甲痛，要尽情地享用肉燥饭，尽情地就是因为当阵对囡仔人来讲，有一个啥物物件通食着真爽真乐跳，但毋过愈来愈大汉就发觉讲，其实拢无啥呢。所以人情，有广告。食一个够困，吼、食一个够困，真好痛，真好爽。青参啉，青参耍，唱歌唱甲强，记在乡愁，出在乡愁。所以伫遮就是讲，迄个时阵有一个梦想，望大汉了后会当食肉色食甲痛。啊，若安尼看起来就是今仔日咯，对。
这就是伊咧回想伊含迄个王千鹤踮咧讲跳尔。咸鸡卵糕真软，袂输，敢若伫喙内底就拢要扬甲化掉去啊！我煞感觉真歹吞，袂输鸡卵糕内底有夹着一寡石头土沙粉还是啥，一定要必须着爱拼命才吞得落去。迄个青山老师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我甲剩的鸡卵糕做几喙就吞咧腹肚底。肉嫂啊，内底敢是竹笋？是啊。你都甲我回答了就点点啊。拄则会出声询问，确定一个瘾头查某人食鸡卵糕嘛会去夹着，我就大喙面往来食，吐出长长的气，勉强想一个无遐尼互人爱叫的话题。吼，咸鸡卵糕真正是无简单的，含乌兰伊食嘛真爽快，敢毋是咧？本岛的滋味实在是互人学了才会得志的，互人赞叹迄个。除了鹅肉，感觉有啥物讲法咧？赞叹。大鹅肉，还是甘心赞叹？甘心赞叹。惊奇赞叹。赞叹，就是鹅肉，鹅肉在大吃，所以就是鹅肉。所以赞这字本身就是鹅肉啊，只是安怎鹅肉安尼？青山老师讲到影，总讲是袂顺啊，家己咧回答，我也无所谓，因为真久无讲话啊，受到咸鸡卵糕的触发，怎啊灵气触发而松动，互鸡卵糕拉一个煞引起。你这个尽管是机械式的回答也无所谓。久未开启的话匣子，受到咸蛋糕的触发而松动。这个食得好食物件，总是会使互人加讲几句话安尼啦。含红豆胖烧米嘛无输呢。若准讲有人甲咸鸡卵糕早起到东京，应该大受欢迎吧？无，应该先去到Nagasaki就好啊。讲起来，胖的这个风潮一开始嘛按Nagasaki出发的。好食物是去到倒位拢会当将人的喙齿甲伊征服，征服世人的舌头，去征服，咁咪啥哩讲？收服、征服，啊个啥物？征服。征服压制，怪，征服，照理头是征服，要毋过总是感觉怪，佮有啥物讲法？征服世人的。征服压落底，拍败压落底，征服。所以是咧讲，好食物去到倒，拢会当征服世人的舌头，喙齿会是安怎迄种的？无经食，
你讲了有影，彼得先生，迄种套头话的声，迄种套头话暂时就免啦，客套话，有点像那阵时是敢若改好做套头话哦。当然你讲应酬嘛是啦吼，只是我就讲迄个啥，伊即个改做翻译腔的写法，我毋知是到文玉桥咧处理的时阵，伊敢有要家己迄个啥教育了，继续模仿啊呢？客套话、套语话、客俗，毋免遐客气，客俗、客俗。套头话对，教保字词典，啊不，教保字典嘛一个套头话啊，套头话，扁套话，即个啥？喙前话、土牌话，熟悉人行生分礼，客俗客俗，反正就是喙脣皮小款待就对啦。你都会讲一煞，毋知要讲啥呢？咱真正一声遐吼，我是写袂来啦。但是有当阵啊嘛袂当无信心。帝国伫即个南方的岛屿，较受影是催生真美好物件。这要安怎讲呢？凡是都哪亲像是伫咧打磨原照，互保育发出光影。安尼讲来，这是会当写一两篇文章的主题是无毋对啦。兼建连果是安尼，德len嘛是相反。德len毋是方圆，是伫咧归人的代志。遐毋是有出产德len应该是叫啥100条，什么货？好，按铺模，伊这讲啥？日本的鱼板，现主是伫咧归人，还佫会当定来看到一骨啦，对我会记做一骨啦，啊，所以一骨来讲啥？德len的日语音译哦，敢是一骨啦？读客，迄是读客吧？我袂记。我记得是现主是家人遐做一骨吧，一骨啦。按即个伊迄个模就是金字旁甲释迦牟尼佛的迄个模安尼，所以我就讲直接加日文的汉字直接写入来，准做中文的用安尼，啊，然后注解。是按内地流传到本岛的鱼酱料理。本岛原底的鱼酱料理是鱼丸嘛？爱挖靠本岛归人海港的鱼货，以及内地输入来到遮的现代化工厂，才有得len即种出名的本岛水产加工食品。当季的时阵，有捌去过一撮归人。我是迄个时阵听人咧讲的，而且伫咧本岛的德len当中，尤其是以归人一带的德len工厂品质上好。想来这应该是王小姐的说明。是啊，我心肝底失神不了久，内心无限怅惘。这个怅惘是要安怎讲？迄阵想到是失神，啊，毋过。什么无限神唱的，什么歌歌的，现唱，心情无讲介好势啊，是安怎？世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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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哟。
水形、蛇形。进前是这唱啦，所以是水形。不过水形敢若较无迄个，毋知要安怎讲，所以我就讲是色形。看卖啊，无诶，敢若去这中台字词典有收。台华锁定字词典是讲色形甲水形条，对方教授是原来是色形，这是色形，色形。但这个是，咱讲来讲，小可失实，可能无到失实迄个程度，毋过小可失实。伫九州，我的故乡若甲沙地，有一种将豆腐掺入去鱼浆内底烘的竹链，熊猫猫岛遐的人仔龟，我无确定是人仔龟，而且人奶狗，因为迄个日本的一寡迄个啥，尤其地号名的读念法，念起来是甲台语算有诶不了外音的安尼。所以我是安尼读啦。熊猫猫岛遐的人仔久竹链，抑佫是历史悠久的传统乌物仔鸡。我安尼讲出来一寡故乡的代志。王小姐真温柔，若安尼着来食看卖即个鸡人的竹链，伊着带我去食在地手工烘的竹链，是完全无输九州的竹链迄种好滋味啦。所以迄个时阵我就讲，台湾竹链的诞生会当讲是帝国的功劳吧，我就向向停落来。李导当伫咧点点咧甲我看，并毋是因为李导将伊的目眉压低迄种严肃的心情，我才甲讲话暂时停止。是头壳内袂输啥物物件闪过，我煞无掠着，一闪而过。就讲有当阵啊，大部分人咧想代志的时阵，总是有对应回应嘛，怎一闪而过？原来是安尼啊！渐渐的搁安尼，竹链嘛安尼，打磨原石，真做宝玉，拢是帝国的功劳呢。李导煞颠倒讲话啊，袂输那机器伫咧中学我所讲的话，李导的目眉角角袂输，眉宇间凝结着无法掩饰的不快。那机器伫咧中学我所讲的话语，李导的目头拍甲无法度暗藏伊种袂爽的情绪。对啦，就是安尼。我总算掠着头壳内闪过迄个光影，迄是阿千的面膜啊。当季的正月，我和阿千伫咧鸡人的港边啊，甲竹链食啦。我着甲心肝底所有的迄种感慨讲出来阿千听。可能是因为我所讲的话语，可能是迄个时阵落雨的鸡人港边，阿千的面膜啊，一个真短暂的瞬间，流泻一点仔袂爽，就敢若现主时美到迄种袂爽的心情。但是阿千真紧就甲迄个表情收束，我伫迄个时阵袂负反应，袂输那电光火石，迄个什么？电光火石吧，讲敢若是这个意思吧？什么死火迸发，这是一个一瞬间的代志嘛。所以我就讲，伊咧讲酒会，毋过我就讲，迄是一个电光火石的瞬间啦，比雷公死呐搁较紧嘛，因为故事来到这。大部分的人应该拢知，就是
这个叫做青山陈特助，是叫做啥？是名者嘛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莫讲王千和这个本岛人，连这个美岛爱三这个原生吼，在迄个时阵日本社会是有阶级的啦。高层就是青山陈特助嘛，啊中层就是原生嘛，这个爱三美岛，啊下层就是王千和啊，所以迄个青山陈特助了准家己安怎对安怎。伫咧丰原的喫茶店内底，我的头壳内底的卖书是电影福尔摩快速报送。迄个鸡人港边，阮食德链、鱼板、鱼丸汤，尾啊，就做伙举雨伞，寄予冒雨前往。冒雨应该就是南雨嘛，这是南雨。伊毋是真正要南雨啊，伊嘛有举雨伞，只是迄个雨伞无法大支啊，所以无法大支的时阵，就是有人会去压着雨嘛，透雨，所以是透雨，透雨行，透雨行过，透雨行，受雨，透雨。透雨，阮就食德链鱼板和鱼丸汤，尾啊，就做伙举雨伞，透雨全往旅馆去接近。伫迄个短短路程当中，阿千的态度出现变化。迄个时阵，我较想就想拢无。一直咧找讲阿千购油的来源，真拍拼煞找无结果。敢讲，我就停止头壳内底迄个电影的报送。美岛先生，敢讲你无赞成我的话对无？无，青山老师你讲了是。平常时啊，美岛的先生就真死硬，现主时更较硬正。伊讲平时声音很呆板。现在更显僵硬，所以呆板僵硬。因为美岛这个人，伊就是足刁直的啊，对啊，袂晓暗砍安尼，含迄个王千和，真正差足多的。啊，伊这个美岛爱上是一个人讲啥刁直人安尼，呆板。机器、机械学、死板、矮板、板、死歹、死水、死管、插头，就是袂晓变巧嘛，无法度看书办事安尼。含迄个王千和，成做同义，迄真正是有差。啊，即个原生爱倒的是公务人员啊，你也无材料甲安怎，所以查死板、矮板，然后这时阵是枪印，对，就是查。平常时美岛的声音就拢查，起码是搁较硬正，我是来讲到硬正啦。腔语，硬正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小可阿要讲紧硬正，还是身体硬正，迄是两个完全无共款的概念啊。极空硬，退腿，硬正僵硬。对，硬正、硬壳壳、硬料、死丁丁、枪毙、
硬化，袂当弯硬直，所以可能好啦，照我讲认真啊，即、个袂晓讲白贼的味道，果然是我讲毋对话啊。贵人港边的迄个时阵，阿千也共款用闪撇的话语伫咧应付。迄个时阵啊，迄个时阵，我是安尼对阿千咧讲。帝国的工艺手段好像真完善，但是时到如今也不得不承认，本岛即地破玉确实是影是伫咧总督府的调度之下，展现保育的光美咧。德甲尼亚磅空的双龙瀑布，基隆港边的竹林，嘛是共款啊。我太阳旗也好，日治元帝国也好，上讨厌的即种自认为是泱泱大国的傲慢之心，但是伫咧本岛会当诞生好滋味的台湾竹林，就即份功劳来讲，凡事会当替帝国讲一句好话吧。阿千的眉目啊，比面目搁较短的瞬间，闪过一撮仔各样。迄当下，阿千是安怎咧甲我应的咧？你食饱啊吼，安尼咱来转啦，安尼咱转来旅馆。安尼的话讲煞了后，阿千同我平肩胛头举雨伞，转来去到旅馆。伫旅馆内底，阿千对我的态度有所改变。现主时甲想转来，迄个根源一定就是我对竹林的迄种大声话。那番阔论，应该大声话哦，还是大声？无一定是大声啦，意思是要讲做高谈阔论。啊，毋过，迄就敢若咱啊，继续一直使用中文中语，安尼你读壳内底到底会第啥物货？即日本人伫咧日本本土本地，或者是迄个时阵的内地，受教育到20几岁，规读壳拢嘛是日本嘛。啊，毋过可能看到外口的世界的时阵，伊到底敢会使有无共款的想法看法，真困难吧？所以，故事到这啊，真要结尾啊，尾二趴啦。所以高谈阔论，敢若就是比较高谈阔论啊。啊，伊的迄个啥，小说是敢若保留阔论这两字尔，讲甲喙甲全破，大声话。迄个根源一定是我对竹林的迄种态度，讲甲喙甲全破。眼前的美岛和贵人阿千，袂输是新影相读，所以讲应该是我讲毋对话啊啦吼。但是我是三无长啊，怀百万的帝国和无理的官僚，拢互人讨厌。但是对本岛建设的功劳，若准讲掠中和来看待，确实是一个真强有力的元素啊，敢毋是的？我感受到袂输哪看过迄种，我感受到袂输哪相捌的迄种强烈的三无长茫然，因为伊迄个啥，尾后足侪迄个访问就是讲，即个青山陈贺柱啊，就是呆头鹅啊，什么货，就是拢对别人的感受完全无得体会得到啊，所以。甚至以一个什么男女交往迄种角度来讲，就是大直男啊，你拢是大主大意的对啊。所以直接用茫然咯，硬。所以我来讲是三无长，硬气
去。什么人，迄个就是迄个模样，所以毋知要安怎，戆毋知影，所以我感受到袂输，敢若捌拄着过的迄个戆影，敢毋是讲戆影，硬去就对啊，就不搁一气甲规杯的咖啡吞落去，来冷一，迄种强烈的戆的感受，就敢若阿千对我发出断义宣言了后，对时间的增加，伫咧我的心肝底，搁加深迄种梦冥的困惑。事到如今，我依然抱着同款的疑问。我甲阿千和美岛惹甲生气的迄个关键到底是啥？昨天无我读完了，后壁我读过来定过时间的，所以主持到底偌久？50分钟。我要读50分钟哦，刚好。好啦，我喙落去，目前那里勉强是敢若佫会使去。伊才是一个段落，当然伊无偏将讲尔。美岛就徛起来，安尼就送青山老师转台中咯。稍等一下，我甲美岛伫走啥物话，甲查某长有代志想要来请教美岛先生，敢会使回答我？美岛的两组白白佮立做伙，因为我无煞顶人身体的动作，美岛就只好坐落来。青山老师请讲。首先要请美岛先生一定要老实回答我的提问。美岛点点在要讲啥？就准讲美岛先生来否认，因过实际上并无赞同我拄则发言，对无？无，我毋是要求美岛先生来赞声，是希望会当听美岛先生你真实的心声。因为王小姐甲这份通译的工课辞掉，反正是因为小双的代志，一定是我的所言所行去测到王小姐甲美岛先生啦。现主时只有刚正不阿，刚正不阿这边安怎讲个台语，当然是刁滴啦。啊，毋过刚正不阿是一个正面的学佬的话语啊，毋过台语刁滴。直往直，中直硬气，中直硬气，老实刁直，感觉可能老实刁直。现主时只有老实刁直的美岛先生会当回答我这个疑问啦。请你甲我讲，我拄则到底讲毋着啥物货？恐惊冒犯。因为讲实在啦，大部分的人拢无在听别人的老实话，无几个吧，或者是敢有3位我毋知。冲犯着，冒犯。互人无爽快，爱测人的意思，真无礼数，冲犯，测意，触犯，犯着，得失，一定是得失嘛？迄是一个算。大得失啊！
清欢气。所以头前你讲触怒，因为触怒就是气嘛，啊，毋过气即字可能是较平辈伫咧讲的吧，相对下对上敢会怎咧讲？因为王千鹤毋是王千鹤，青山千鹤子这伊是相对下，伊咧对李导对王千鹤，迄是一个相对下诶啥诶角色嘛，所以冒犯当然是在气。啊，然后就是讲李导是直拄直老实搁调直的人，说好玩啊。而且是触怒，更毋是触犯的触怒，气怒，惹人生气，互人心乱，触怒。激着，热着，气插着，也毋过热着，气插着，这敢若无相对下概念的。伊伫即个遮伊是，当然触怒即个词嘛无相对下。伫即个语境，青山千鹤子是一个相对下的态度。伊是家己有感受到，啊，毋过伊毋知真正原因是啥，所以是要问李导先生。今日大惹你生气，恐今日我无得回答，用青山千鹤子的名义来救抓。李导先生骗子是所讲一切，我绝对袂甲伊当作是大麻烦。毋知要安怎讲。刷落来，我若有任何互李导先生无爽快的言行，李导先生，你会使尽可以立刻离席。刷落来，我若有任何互李导先生无爽快的言行，你就使做你离开无要紧，啊嘛会使辞退即个同样的工作，我绝对无第二句的。你确定愿意用我青山家族的名誉来救抓？因为我再三保证，这位调职的总督府职员总算讲有小可人气。青山老师讲我无赞同你的论调，确实是安尼。安尼是安怎？将殖民地台湾打造做优秀的南进基地，是帝国的功劳。青山老师安尼认为，赞同南进政策的总督府职员，肯定是安尼想的，敢毋是？我也未回答，李导就家己继续讲落去。是啦，正做对天皇怀抱始终的总督府的职员，我遵照帝国和总督府所要推进的所有政策，也因为安尼，我从来也无咧批评国家的政策。咦？啊那安尼，我对帝国的俄罗的言语，李导先生为怎样阁无认同呢？我无认同的毋是俄罗帝国，也无，煞是青山老师无随心所欲的发言，无讲无那，随心所欲，而且大主大，要讲啥就讲啥，随心所欲，随心所欲。随心所欲，随心行，
我无认同的并毋是俄罗帝国也无，是青山老师随你心性所讲的发言。就算讲平常时也无讲出嘴，青山老师无想要配合南进政策，安尼的动作已经展现你对帝国的不以为然，不以为然，毋是介认同了，不以为然，不以为然，照字读 ，come to a different conclusion， 袂做得，袂做得。袂做得，无看做是安尼啊？因为无评语，无看做是安尼，无认为安尼，无同意，看袂做，所以这种行为已经看会出来，你对帝国的作为是袂做的。也毋过，伫咧个人要爱的代志顶悬，你煞立场一致，进一步对帝国的政策来甲学了。归纳来讲，政策受到批评或者是学了，其实并毋是帝国的失败，或者是帝国的功劳，只不过是你个人的，只不过是顺从你个人的喜乐尔，喜好。所以伊就是自头到尾就是大煮大意就对了。煮大意，啥物煮啥物物件，哪会一个通伊？还是伊要慢慢落伫咧煮好食物件。喜爱，要爱，想要爱物件，心愿，好，喜好，喜乐。性的物件，这是我从来捌听过的言论。对的，因为戆领，所以目睭摕甲大大蕊。美岛就全无搁再讲，请美岛先生继续。我已经讲完了，伊嘛感觉到伊袂爽。美岛先生一定搁有话要讲吧？毋免赶路，我保证袂追究。青山老师随你家己的心性、会个人的好啊，伫咧本人看啦，毋若展现伫咧看待帝国的政策，也展现伫咧看待本岛各种各样的代志啊。我无明白的，敢会使请美岛先生讲一个较详细？青山老师是哪较杀气的人？就准讲是遮尔短暂的相处，也当感觉到你对故乡的爱情。含这个时间相款，我是伫咧本岛出世，对本地也有故乡的感情。美岛先生的语气停一下，目头敢若有压一个什么压抑之色，应该是眉头一皱吧。伊讲眉宇间掠过压抑之色，这个压抑之色，压制，压抑，紧条咧，压抑紧条咧。
压抑压落底，不掉咧，不住。所以，宇宙先生会语气顿一下，目头有一个有个表情，尾啊就现出决定要讲互爽快的表情。哦，个故事就是这种。还有一句话，真侪人咧讨论遐久。减价能够和往来接，本岛的滋味互人学乐。青山老师是安尼讲的，也毋过你喙里所讲的本岛的滋味，在我看来，并毋是真正的好滋味啊，更加是当作长期野受迄种滋味。青山老师关心你家己有兴趣的代志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为着这个代志，硬要做解说，用来符合你个人的喜乐，歹势，互我直来讲啦，这是一种知识阶层的傲慢，知识阶层的傲慢。伊个青山先生叫我撇一个无话通讲，比如讲德len本岛的渔会确实想要因为帝国引进技术来增加，所以因为安尼改变本岛人的饮食习惯，这敢是本岛人会欢喜的代志。又搁譬如讲，丰原妈祖庙会当得到保留，实际上并毋是帝国的宽容，拄好是因为帝国军队伫咧明治时代的迫害，丰原在地的本岛人费尽心思伫咧奔波。妈祖庙才会当伫咧大正时代开钱来重修，就准讲是安尼。丰原新社几年前来设立，同款是为着妈祖庙的安定，新造的石灯笼和土里，因迄是石灯笼甲鸟居嘛，因迄是日本式的迄个啥建筑物甲信用嘛，所以。当然，咱咧讲歌灯，也毋过迄是外来物件，所以我就讲，迄是毋是也读到文言文招灯笼，还是灯笼，我毋知。因为咱拢讲歌灯啊，我看伊歌灯灯笼，敢有啥物其他的讲法？灯笼、灯笼草，对啊，因为就是用迄个中文去读迄个文音嘛。那纯粹真正是 Latin， 就是歌仔灯无问题啊。只是可能我感觉可能只读灯笼，你照迄个字读安尼。准的，我就讲这物件真歹，一字对一字安尼对应的啊，所以，我毋知各位朋友捌看着无？目前敢若着迄个对，通新社，伊迄个你爬起了有较想啊，佫有一组伫遐，所以我的直觉我就是家读做。招灯笼还是招灯笼？招灯笼。对啦，招灯笼。大楼，伊迄个鸟居是迄种的啊，就是一个，伊讲做啥？新界和环间的界线，过迄个土里了，就是新界。啊，新界的这边就是环间嘛。看在本岛人的眼底，是要搁哪来感赏的？帝国伫咧本岛催生美好的代志。青山老师这番言论，毋若是侮辱本岛人，毋若是侮辱本岛和本岛人。你所有的美好代志，只不过是个人对内地人来讲，
更加是敢若对青山老师本人来讲是美好尔。美道确实是讲了真正会得实的谈话，确实是自头到尾拢咧甲我钱。钱这个意思，因为讲始终直视着我，两对目睭直直咧看我。美道确实是讲到真正是得实着的谈话，所以啊，目睭直直咧甲我笑，不愧是刁直的少年查甫。若要讲是青尾牛毋惊青，不如讲是独出世的虎豚啊！伊头前讲出生之犊就是牛豚啊，安尼可能用牛豚啊吧？迄个豚啊就是还未大只，还未成年的人，大概无超过1年的。你看迄个形嘛是啊，猫豚啊、狗豚啊，迄一看就敢若囡仔相款啊，囡仔就是爱耍啊，囡仔我你讲啊，18岁进去的囡仔面就是囡仔面啊，你搁较西装打扮，哦，当然伪装甲砍掉去，你看袂出来啦。你啊，莫去伪装甲遮砍起来，囡仔面就是囡仔面啊，你穿大人衫嘛是囡仔面啊，所以18岁以下，囡仔面就是囡仔面啊。即样就讲，与其说是出生之犊，不如说是出生之虎傣哦，兔崽子迄个傣啊你。所以要讲是牛豚啊，倒不如讲是虎豚啊。我着恬静真久，心一步久啦，可能有心吧。深陷沉默，伊毋知要安怎讲啊。美道凡是已经彻底冰出来心肝底的话语，共款恬静落来。当落落的恬静当中，有一个模糊的假设，伫咧我的心肝底要上行啊。美道先生是，我哋后阵讲，互生活变得更较利便，而且更较丰富的建设，会受到正人的欢迎。比丰原妈祖庙更较历史悠久的台中妈祖庙，伫咧大正初年期间，台中市区改建期间，100年的古庙，一暝就互人探除掉去，换到新点点、交通利便的台中市区。到如今，台中妈祖庙已经无看影子啊！伊在讲，伊的拄解是讲妈祖庙战后重建，是现主是台中市中区的万春宫。万春宫敢若真正嘛是，安怎讲？伊足侪庙拢去互日本人煞是安怎？所以听完了恬静无话讲，两个人就恬静无话，我就搁甲分点咧。大喙竖起胸坎，搁大喙甲吐出来，喷出来好啦。味道真恬静。第2喙的粉我竖，搁吐出来，然后第3喙、第4喙，粉就完啊。在味道先生看来，就准讲是出在好意的元素。根本上是一种傲慢，敢是安尼？美道先生伫咧烟雾当中恬静一困，一句重点来啊！台语文即马敢若有，咱面册倒位不了侪人来讨论即句啦吼。我毋知各位朋友你有看到，你有听到过？我先读中文啦，然后你去想看卖啊。若真讲是台语，应该安怎讲啊？这个世间再也没有比自以为是的善意更难拒绝的烫手山芋了。烫手山芋，自以为是，难拒绝。这个世间无比迄种大主大意，家己了准是好意的火管，搁较互人歹记住啦。因为有人家用做火管，就是迄个啥。可能关系是误修吧，
当然火管，莫讲热天时啦，准讲是寒天，你雄雄等一个火管，你叫人要安怎食，嘛真歹食啊。所以无去设想到对方到底有需要无需要，会砍得袂砍得，你就了准讲好意，就敢若即马现主时讲着较无输赢。世间的歹人无遐济啦，毋过不了济人是好心做歹代啊，所以即个世间无比迄种大主大的了，准是好心好行，煞互人搁较歹拒绝的火管。我袂输那 A 教无在了，讲甲一两句话。早就伫咧迄个袂输那人间天堂的美丽小屋内底。阿千的面头前，我早就无话通讲啊。但是方圆的喫茶店的桌顶，桌边啦吼，桌边。但是伫方圆的喫茶店边啊，美岛的面头前，我共款无话通讲。驶转去柳川小屋的翻头车，我含美岛规逝拢无话通讲。美岛凡事是对家己的大声话感觉歹势。我当阵啊按目睭尼啊看到美岛袂输那心头混乱的郁卒表情，我也共款混乱，共款郁卒，大放厥词。这毋是臭屁话，是就是讲歹听话嘛，敢若无甲遐歹听，只是总是就无讲介好的了，大放厥词。开大言，夸口，话唬烂，放臭屁，蹦风车，大叫，转低头皮，青崩白崩，可能大放厥词，怪怪，这几工拢无迄个语感，拍不了，讲听我甲你到底听到啥？我咧读台湾版语录，台湾版语录有两版本啊，所以看卖大放厥词，臭屁哦！要毋过美岛伊毋是臭屁啊，伊只是家己感受到、看到话讲出来啊，这个大放厥词应该无共款吧？大放厥词是臭屁伊叮当啊！啊，美岛这话应该是有当初啊。迄个啥，以下犯上。我你讲实在，后摆小拄会着啊，对无？要去要安怎？去互你死上拄好啊！想到要安怎袂遮尔大主大意对吧？迄个青山成河之外，有一个什么模糊的外形的物件，敢若一块一块斗起来，煞踢伫咧我的混乱的头壳内底，美岛的每一句话，拢互我行进前。回想起阿千，阁互我倒退路。迄天暗时，我那嘛食袂落，叫外送来的沙西米，配冷酒吞去到腹肚底，后半暝伫咧演到我捅来捅去，眉清的暗。昏暗夜色，毋是月亮光嘛，所以看无昏暗夜色。袂食袂困啊，物件用吞的，毋知食啥物个安尼，困到半暝啊，只好去甲伊啰啰嗦，伫咧演到安尼，踱步来去，我就甲伊讲捅来捅去安尼。昏暗夜色，昏暗夜色，是安怎讲啊？无哦，暗明蒙了，好，暗明蒙了会使。我想着看觅，伫咧暗明蒙了的暝里，看袂到土人生的碎蕊花，
我是不时感觉到胸坎崩开的疼痛，尾啊嘛甲剩，尾啊嘛甲剩的半包粉拢输了了，到一定爱去困的时间，敢若会当伫咧眠床顶冰来冰去，腹肚咕咕叫，个人腹肚晓，复鸣不已啊，就是，我毋知，个朋友有这种经验，应该是有吧？因为即个器官真奇怪，就是伊若醒起来，就要工作，伊就要消化就对了。啊，所以即颗青山陈乐珠就是，啊，毋是食外送的沙西米嘛，啊，啉酒甲吞落去嘛，啊，可能消掉去了，即马腹肚空空啊，所以复鸣不已，吼，腹肚就咕咕叫，心情真郁卒、烦躁，甲郁卒敢有共款，烦躁甲郁卒敢若无啥像。躁、压榨，可能压榨吧，对啊，压榨，应该是压榨，是啊，大心应该是压榨。当然要讲一个脏，一个脏嘛是会使。烦、糟心、郁卒、压榨，郁卒甲压榨应该无啥相款，用迄个语感要安怎讲？好啦，腹肚咕叫，心情真压榨，甲棉被踢开，就伫咧，就按眠床顶练来到榻榻米，差不多要甲厝间拢练几落百练桶去啊！伊迄有一个算，伊迄日本厝就是安怎讲，类似那总铺安尼嘛。啊，伊当然有一个眠床，然后佫甲练落。我伫内底是变甲清气嘛，淡仔拍车啉就无要紧啊。哇，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北山山，因为迄北山山是一个我捌找过即个名啊，找看觅啊，伊在讲是因九州的一个什么出名的那高强大汉，还是虎背熊腰，看觅啊。伊自头到尾就拢自称叫做北山山啊呢。我会记这是一个人，啊，伊是一个女性，吼，是插头啊，敢是我会记？敢讲是插裤，我会记进前伫小说来较头前是，敢若讲某一个人咧，伊就是搁伫因阿舅遐遐，还是啥时阵，就咧讲，伊是高强大汉，还是啥物货，啊然后就伊就家己1938年的时阵，日本人的身悬160，其实是算足悬的。伫迄个陈乐柱是敢若身悬160啊。伫迄个时阵，尤其以富人人来讲，迄对其他人来讲，就袂输那一粒山咧，还是一支足粗的柴裤啊。所以就是搁足够推的，食足侪物件，所以对啊，佫毋是160，是165咧，对无？所以就讲，所以是咧讲三仔裤，伫个北山山，所以伫个一种插裤，
我进前5岁无甲伊理解过，对，伊讲伊身悬265。1938年日本时代有甲遮尔悬，其实是真少的。准讲是查甫是1.65米就算真悬啊，而且佫是富人，所以笔直的北山山是一种3块的，所以可能就是天要光进前，才叫困去还是安怎嘛？吼，唔知。好，最后是啥？做一个梦中有一丛开甲长开的三角花，九层就是三角花啦。伊当然几个名啦，我是甲伊讲做三角花啦。艳丽的花丛地骹有大竹和阿雀徛伫遐，风口过，大竹用身躯为阿雀遮砍所有的落来花，梦中有那水长的炮仔花，过路里的本岛少年和内地少年，前后3岁按迄个花布下骹通过，内地少年入去了后，按后壁，甲本岛少年揽伫咧行前。一阵春风甲炮仔花吹起来，真美丽又阁真醒目。闪闪时会阁有马尤里卡的泰鲁，斗伫泰鲁的红砖仔乌遐会遐厝，一间厝有真看那水墙射落来炮仔花树。阿千徛伫咧花墙之前，徛伫咧花墙头前，我徛伫咧阿千的对面。阿千微微啊笑，喙皮两边喙皮，阁有古水的酒窟仔。当我伸长手去压阿千的手，阿千嘛甲我压倒，我就不由自主。甲面待伫咧阮三压的双手之间，青山小姐阿千咧讲，其实我和丹东学相款，就敢若安尼尔尔。因为温柔的青山小姐从来也捌问过我敢真正需要安尼的保护。我强要哭出来啊！阿千只是温柔替我捋鬢边的头毛，迄敢算捋？伊等于是，伊这个动作是算真温柔的。伊迄鬢边的头毛安尼长长啊，尤其迄个头毛若较长，就是我咧看就是较属于标准的女性迄个装塔嘛，就是甲迄个鬢边的头毛留啊长安尼。阿千咧帮伊做这个动作，这当然是青山陈赫祖的梦中啦吼。青山陈赫祖和王千和。敢真正会当讲是朋友咧？真的能够说是朋友吗？敢会当讲是朋友咧？敢会当讲是朋友咧？无，毋对。阮巴肚会深深的所在，大声喊出讲：这毋是安尼。就伫迄个瞬间，梦就破灭啦。我伫咧光遐下。下早日头光醒来，是梦，只是梦。枵餓互我巴肚痛，故不哩种爱起身去厨房找食。饥饿令我肚腹疼痛。我就讲伊迄个真正就是超工有迄个啥翻一腔啦。就是讲伊这个小说因讲啥后设小说条，就是自头到尾拢是假的。啊，毋过第一刷头前4刷互看袂出来，一直到敢若第4刷、第5刷，才伫咧推荐序的上头前加一段话，春山平价睡眠，
本册按第一页到上尾一页，拢是小说的设计，用虚构的一组的形式，呈现迄个时代的真实。所以头前3、4刷的时阵，听伊讲有足侪读者抗议讲，你甲我骗，你甲我怪，了准讲迄真正是翻译的册安尼。啊尾啊，第4刷了，第4刷、第5刷才加一段话。啊，当然伫个翻译做日文版、翻译做英文版的时阵，我无确定伊一句话感觉有留伫来，所以拄着一寡纯粹的中文使用者，你真正无违法的安尼。所以讲，我巴肚枵甲疼起来，可不哩种来去厨房找食。平常时啊，囥俗芳的菜厨，有囥前一工按方圆买倒来乌米仔鸡。伫咧透早的日头光的厨房内底，我徛咧食6块咸鸡卵糕，柔软的鸡卵糕，咸芳的肉色，袂输那一个暖流沁入脾胃。暖流，那烧脑的气流入来胃。第6个还是上尾一个，第6个上尾一个，伊拢用下吼，所以较袂讲台语嘛，拢去互华语影响去啊，就是现主是足侪人迄个用词拢用下，不管啥物语拢用下啦。所以这是一个语言接触的过程当中会去流失的。所以我就讲，你读个内底华语。中文、中语若坐过台语、台文，安尼你的台语、台文就是一直叫中语、中文牵去安尼。敢若用词这物件，你就歹克服呀。明明是真柔软的脆咸鸡卵糕，食到一半煞袂输，哪互定定的啥物物件夹伫那后。我回神起来，才发觉到已经是3支叶目屎用啊淡淡。春天的3月，阿里山的萨古拉，是啦，去年伫咧嘉义，我和阿千互相品酒，食真侪沙西米和各种的鸡，生的物件，迄个鸡咸鸡。迄个时阵，阮大食大啉，捌有安尼的对话。我对阿千讲，阿里山的萨古拉。反正年春天，咱才做伙来去看。但是阿千并无愿意。按落地煞来萨库拉，强种伫咧本岛的土地，敢袂伤傲慢？阿千敢是安尼想呢？我并无安尼讲过哦，因为我伫咧看阿千的表情，我自认为袂看毋着，点点无讲话。帝国强的手段确实叫人无爽快，但是美丽的萨库拉无做过啊。若准讲会当和阿千做伙去赏樱花，应该是袂输哪伫咧做面梦啦。其实我从来也毋捌有会当同齐啉酒赏花的朋友啊。点点无讲阿千，青山小姐，坦白讲我吼，实在是无咧法啊。歹势。袂记你用敬语，我嘛啉酒醉啊，无要紧啦，哎呦喂啊！毋过讲伊即个口语啥？我读伊的汉语看觅，阿姨呀，阿姨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毋过即种，或者啥？重声词、低声词，无要紧啦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，哎呀，讲啥呢？阿姨呀，阿姨呀，阿姨呀，阿姨呀。最近才听到迄首叶启田咧唱一首电话歌曲，然后内底有一个9字的迄个叫做啥？总声词，我找看觅有找着，就是那哎哟阿姨都。哎呦喂！我咧怀疑讲，这应该是毋是有可能是某一个部族的一句话，伊甲迄个音用
用即种迄个啥，就是伊个音该记起来啦。啊，当然就敢若对外国人来讲，伊若听着讲敢安尼，敢安尼，咱甲迄个敢安尼用迄种罗马字甲写起来，外国人伊嘛读会出来嘛。当然，迄个调有可能会走去嘛。敢安尼，敢安尼，敢安尼，安就不管。抑毋过对咱台语人来讲，你若听着伊讲敢安尼诶类似音的时阵，你我都理解嘛，对无？啊，只是迄个电话即首歌内底，伊就讲啥物真正就是若爱摇伊就爱摇喂，欢喜就是若爱摇伊就爱摇喂，安尼。我真正咧摇讲，这是毋是？这是毋是一句话啦？啊，只是迄句话是某一个部族诶迄个啥话语就对啦。所以，若爱摇啊，伊都爱摇喂。当然对咱来讲，你会使去听到爱摇是一个迄个啥感叹词。我等咧确认。敢若有3个版本，一个是叶启田唱的，啊，另外2个是郑敬一唱。伊迄阵敢若是1999几年，我袂记，1990年代郑敬一伫迄个《孤家寡人》内底一首歌。啊，当然，迄首歌其实是真简单，就是电话安怎拄安怎嘛。啊，反正就是最后伊就去讲着即句，啥物？若爱摇啊，伊都爱摇喂。啊，所以爱摇对咱来讲，台语人会有当怎？就是可要讲啥？行路行一个无小心去换着，可能哎哟喂啊，就类似安尼嘛。啊，当然，迄首歌内底若爱摇啊，伊都爱摇喂，即个我咧感觉，敢会是一个部族的一句话，或者是伊是对爱摇喂啊，即个去发展出来。因为有当阵台语就是讲欢喜甲安怎袂后壁袂讲啊，对无？痛甲后壁嘛袂讲啊，反正伫外痛，痛甲飞上天，痛甲涂骹平车恁，你记者你家去讲啊，不管啊。所以最后遮就是伊就咧讲，坦白讲吼，我实在是无理法，啊也袂记用敬语啊，我嘛啉酒醉啊，袂要紧啦。哎哟，哎呀，阿姨呀，阿姨呀，阿姨阿姨呀，我就讲，迄众声词用汉字去读，我就感觉真正是，好啦，时间看覓温玉条，伊即種口語的部分，伊安怎處理？伊是用羅馬字去處理，還是對於即個現主詞的漢字，攏是口字旁，就敢若迄個啥，香港伊嘛有做出來一大堆迄種口字旁的字，抑毋過是咧記錄因的香港話嘛。抑毋過，我會感覺以咱的台語文來講，我就講即種狀聲詞、擬聲詞，還是即種口氣詞，應該直接用羅馬字來表達就好啊。這樣兩句。早就伫迄個時陣，阿千就對我表態啦，我呀是偌爾啊驕傲又閣癮頭的，你看混賬家伙，伊會安怎講？因為頭前啊，何等驕傲愚蠢的混賬家伙！當然，對我一個外國人聽到因日語咧講的，敢若想會到的是白家妖咯，抑毋過聽講人家袂安尼講咧，所以混賬家伙，混賬，當然這是一個算中文詞嘛，毋過所以。啊，就還一 Q 嘛，伊講還一 Q 啊你啊，混賬，夭壽骨，是啊，啊，白雞仔咯，羅摩，啊，南挪，所以張龍教授，伊嘛是甲迄個
马街仔路即个词，伊甲伊罗马字化，然后看卖台语水讲，台语水讲有啥物讲法？这是地材出菜，咸鸡两个，所以看卖一个迄个。啥？先做一下记号，好，看下伊迄个台语水讲是讲啥？混账，当然是骂人的话啦。所以，毋过诚做阿妹，冷静英雄。可是我的网络的关系，就这么一点，其他所有的药都被黄德龙给拿走了。混账，当然对中文来讲，混账甲混账家伙应该是同款的，是毋是呢？混账小子。你这个老囡仔，写白目啥？第100集，挂什么戏？袂当安静静当公司摕咧办公室，你当混账家伙，混账，伊讲混账小子是男大囡仔。公司咧出代志。伊19期影片有讲到即个混账的字词，我应该使甲看完啦。真正是混账，真是混讲100分钟啊咧！桂美珠真正是混账。大耳目，我是为了一个总统后。所以混账这个词嘛，敢若怎真做台语外来词哦。这靠笨死啊！笨色，我三级就傲。一个笨色，一个笨色。所以我是何等骄傲愚蠢的混账家伙！假假囡仔，唔正经，请问，唔正经，唔正经。开了，你知道为什么这里来这里？联辉红木来对140集，白开了。Go。白羊，带我的小孩。风水世家，白开了。因为日本人种也袂安尼种的，袂安尼讲，听讲因袂安尼咧骂，讲伤古老，而且做生个这唔正经哦，我辛苦啦。唔正经，生甲即个唔正经，混账片，毋过唔正经，伊主要是要讲伊家己。你这老囡仔，写白目啥？白目啥？白目，哦，可能会使哦。你这个青山城是大片啦。这有代志。也敢做？那无去。这种代志也敢做？你都唔在搞讲。无，哎，对啊，我无听到。混账乱来！欧北来，欧北来这是白家了，白了。你可进来了，本来所以其实是种口气嘛，毋过我你讲，高俊，这个唔正经哦，过了是会送去的啦。所以讲哦，唔正经，而且目前看起来拢是，他做你两个人唔正经到底呢？我对你无客气哦。那是查甫咧讲的，即摆是青山陈特助主亲，我是何等富裕的混账的吗？混账，忘恩负义的混账家伙，混账吼，
好，剩2支。死人话你也吐会出来？西人话，混账话，西人话。这篇张不周，张博州，到底是倒位讲毋对哈？张博州，这个嘛算老演员，所以可能就是一寡人，摕到中文的剧本，啊，演员现场改翻做台文。混账！眼睛音乐。这两个唔正囝，抢我的生意。正囝吼，颠倒原罪，台湾居然那要在一，对吧？所以你莫把你细细念想啊，规大堆。可能差不多是安尼生啦吼，安尼，但是句话要怎讲？我呀，我是何等多谢你好心，混账家伙，所以要我当选。好，可能先到这啊，只是看卖会安怎来翻译个顺一下，看卖啊，我是何等的愚蠢，何等骄傲愚蠢的混账家伙。唔正经，母亲何等骄傲、愚蠢、骄傲、骄傲，当然骄傲 OK。操羊，我呀，我是我年啊操羊诶，戆眼头。我感觉可能用戆眼头啊，因为眼头当然是有白目的成分嘛。好啦，我感觉应该是用戆眼头好啦，戆眼头。我你操样个白目的戆眼头，好，我你去来。我呀，我是何等骄傲愚蠢的混账家伙！我是我年啊，戆眼，唔讲，操样，家己讲家己对安尼嘛。我是我年啊，操样，骄傲操样的戆眼头。好，差不多是安尼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这个台湾马友了嘛，安尼台湾11出彩。我就讲迄个，总共12出是我感觉袂输哪伫咧做啥，含迄个12碗菜瓜有做一个呼应就对啦。当然12这个数字嘛，算伫台语内底算足大的数字啊。好，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台湾娱乐第11出彩台湾啊，就读到这。感谢收听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